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冲突上新的消息，这是黎巴嫩真主党之一，是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超过50粒火箭弹，部分的火箭弹搁有拍到私人的徛家厝，目前是也无传出重大伤亡。因为以色列当天冒去轰炸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甲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上无有造成17个人死亡。 黎巴嫩下超过50粒火箭弹，对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进行攻击。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讲，有一栋厝导火。 למרבה הנס, ללא נפגעים קשים, במקום נמצא גבר כבן 30, במצב בינוני, בהכרה מלאה, מתהלך עם רסיסים בפלג גופו. כמו כן מספר נפגעי חרדה שטופלו במקום. 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讲，这边攻击是为保护以色列28日暗对黎巴嫩的攻击，迄当真造成1死19伤。虽然双方常常发生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不过最近是愈来愈严重。就伫以色列攻击边境差不多80公里的真主党军火库了，20真主党向以色列射超过200粒炸弹。 2日，以色列坦克车无人机攻击加沙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甲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边一直在收尸体。民众讲唔知倒位才是安全的。 这款攻击是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离开中东了，也表示布林肯告别来者要调停的任务依然真困难。也特别中调解的埃及甲美联社讲，哈马斯未同意最近一边所提出的方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对以色列军队是不是真正的撤出加沙，并且结束战争真怀疑。也让美国白宫讲，总统拜登在2日有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过电话。公司新闻吴文明报道。